在罢免国民党立委的国民团体，今早起去到中选会，到罢免选区立委的提记连署书，全台湾加起来已经收超过10万份啦。另外一阵呢，讲要来发起罢免民进党吴思瑶甲吴派益，风声讲这第一阶段的数量有达成，也会赶紧送件。反共救台湾！反共救台湾！立法院调查冲突，和全台湾这么带动大罢免的风潮，无分哪流拢被点名，以罢免哪样立委为主的公民团体，初三到中选会订到第一阶段连署书，锁定国民党团总长卜坤基、书记长吴宏维，再加上李元秀、叶元之、吴福庭、吕玉玲等18位哪样立委，另外国家新北市长高虹安总共19案。好，到这边，谢谢。民团摸到一箱一箱的连署书，展现罢免的决心。根据统计，各地民团立交的连署书总共超过10万份。周兴成强调，罢免不是拿来对抗，而是看你要选择反共保台，还是投共卖台。有人说罢免是仇恨动员，对不起，我们对病毒没有仇恨，但病毒想侵害我们，我们就必须清除病毒。这个病毒来了。尊重各种民意的表达，但是我们也希望呢，当家不闹事。新年应该欣欣向荣，而不是一个欣欣向霸哦。卜坤基表示尊重民意，王宏维是担心无差别大罢免会造成国家对立。不过国民党团青年军也发动罢免，反制民进党的吴思瑶甲吴派益，目前拢达到第一阶段的条件，会赶紧送件。因为王世坚建筑的背景也被锁定罢免。那我们就把自己的本分做好，我相信大家的也觉得是这样的。不是仇恨式罢免王世坚，他不是应该要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让房价可以更合理吗？根据选罢法的规定，第一阶段提议期由原选区的选举人提议，人数达到原选区选举人总数1%以上。第二阶段连署期，连署人数要达到原选区的选举人总数10%以上。以立委罢免来看，只要伫咧60天内面完成连署，若是通过，才能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期。因为这边的罢免案是不是适用加严的选罢法？中选会表示，伫新法修正公布实施进程所提出的罢免案，依然适用修正进程的规定。若是符合被将会转交予各地方选委会依法处理，没有差别待遇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